今天的蔡牧师团队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真欢喜听到客语的读经，相信这嘛是对于客家宣教非常重要的代志。真欢喜受到双连教会的邀请，接纳客家宣教的委员会，会当来到双连教会来分享客家的宣教。伫讲道的大心做伙，阮做伙，咱做伙来祈祷。想使阮活命甲你唯一的主，求你发出你的光，照明伫阮的心的目睭，互阮的心得到你的引带，有力量、清醒，通跟对你的脚步。阮安尼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平安，我是总会新任的客家宣教的干事。虽然我本身毋是客人，总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互我伫学校有机会接触客家的团契，嘛甲客家团契做伙去客庄来宣教，有真好的礼拜。佫非常奇妙的代志，是毕业了后，伫抽签的过程，上帝派我去客家的教会牧会。现在嘛受到总会邀请，加做客家宣教的干事，即马来做客家宣教的事工。客家族群虽然毋是咱台湾社会甲教会主流，总是咱看见客家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北地的中会内面，只有一个客家宣教中会，总是咱看见客家的族群伫台湾是第一多的族群。3年前有一个统计，客人有偌济？伫台湾差不多有466万人。差不多是每5个人各有一个客人，这是非常多的人群。客家较多的所在，大部分是伫桃园，是伫承德，是伫苗栗，伫南部有伫屏东甲高雄，东部嘛有客人伫花莲、伫台东，拢有客人伫遐咧生活。咱看见遮尔济客人伫台湾的即个社区，是咱要关心的目标。咱若是有关心台湾的政治，嘛发现遮政治的人物嘛非常的重视客家。有一本册是专门咧研究台湾客家的族群的政治的转型，伊的册名叫做3分天的。这本册咧探讨台湾自从开始有民主的这个选举以来，每一个总统的候选人拢会去连接因甲客家的关系，亲像咱所敬听的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会讲起因的祖先出伫客庄，马英九总统初一拢会去苗栗来制作，蔡英文总统会直接讲客家的查某囝做总统，这拢显示出客家的族群其实是伫台湾这个土地非常关键的中间的选民。虽然伫客家即个决定会受到宗亲的这个制度的影响，总是咱看见伫都市化。伫即马现代化影响内面，真侪客家的人对伫政治的决定嘛渐渐的改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关心在地宣教的教派，对咱来讲，台湾无遐多无有客人。有一位非常咱所有名的张文良老师，伊特别写一本册。这个册名讲台湾袂使无有客人，因为发现
伫去无共款的所在，看见台湾有真侪建设的内面，伫即个生态、伫即个环境中央，伊看见客人伫即非常无简单的环境，非常伫使用土地内面非常有智慧，互人敬佩。咱看见啥物？伊看见客人会当伫溪边种牧草。较悬的所在种稻啊，佮较悬需要有水的即个所在，伊种茶、甲柑仔。伊大声讲，即种好好用伫这土地智慧，是非常无简单的智慧，是客人的智慧。即个剧大家有看过无？这剧嘛是我所喜爱的一个剧，伊咧记录伫北埔茶叶的即个兴起，伊记录茶叶的转型。客家的生理人，因非常的拍拼，因伫茶叶内面坚持要守护台湾土地，因伫甲因的员工，因将员工当作家己人照顾。虽望拄着经济困境，总是会当互即个金钱，互员工照顾厝内底的人，搁较重要。因看见台湾的茶叶非常的重要，因搁出口到全世界，互全世界人一喙一喙啉着台湾的即个滋味。这个滋味，无只有是茶的香。嘛是台湾的精神，是咱台湾客家的智慧的见证。这历史互人感觉真感动。客家这族群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甲土地连结，所以咱来思考，怎样这个非常拍拼的这个族群，不只是人物甲土地。有深深影响的遮个神明，土地公、五姑爷，嘛会当实在即个做天地的主宰上帝，甲会当陪伴咱经历困苦的耶稣基督。真侪年前，中研究院有一个展览，伊的主题是：你有可能无熟悉客家。伫展览内面，伊就讲。全世界客家的基督徒非常的少，差不多占客家的人数的1%尔。总是你敢知？伫19世纪的时阵，因为基督教传入伫中国这个所在，有一群有客家的意识，并且受到这个基督教影响的人。因看见当时的社会非常非常的艰苦，因竟然开始有反抗的意识。这个真做太平天国开始。虽望这个运动无有成功，总是这运动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嘛，互咱看见基督教意识伫客家竟然会当真做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运动。另外，伫瑞士的基督新教嘛组织白色彩会，将新教传到伫东南亚这个所在。所以，即马咱若去马来西亚这个所在，虽望因大部分拢是回教徒，总是伫沙巴这个所在有真侪客人，因是信仰基督教。这是咱看见这个基督教对伫全世界影响。兄弟姊妹，今年嘛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庆祝160周年的时间。伫100年前，李福牧师来到台湾这个土地，伊甲伊的太太来到台湾的宣教，就是来学习语言。因聘伫一位叫做天兴的语言教师，迄是一个客人。因透过学习客语，会当来带客人来信主。伊伫个批信内面讲：
我为着要合适客语，我个延长伫客庄的行程。这个表示伊开始有读客语的过程，佮有基本的客语的讲话能力。伊讲我已经会当用客语，甲即群非常有活力佮聪明的人，用因的语言来举行暗时的礼拜。我巴西朋友出版的客家的白话翻译，对我实在是有真侪帮助。李副牧师伫宣教的路程，甚至会当了解客人的心智来看待，是安怎客人对接受基督教有遮尔大的反抗的行为。伊非常正面的评价客人的性格，看客人是所有本地人的中央特别团结、进取，会当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所以讲，我对这个族群看见因的好，因的顺势，看见因伫这个性格中非常好的所在。当然嘛有发生迫害的情形，所以伫伊咧看见遮的客人伫即个店咧保护因的传统文化甲信仰的中央，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中，看见即个非常无共款的特质。伫长长的请安内面，咱看见宣教师，看见即个连结历史，客家对台湾族群的重要，帮助咱看见客家宣教对咱台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咱嘛爱同心加入客家宣教的路，希望上帝会带领，互咱伫即个了解的过程中，继续甲伊同心伫即个宣教的计划内面。今仔日咱咧读伫保罗快乐的批内面，咱嘛看见伊伫宣教的中央，怎样来调解伫教会拄着困难。伊先开喙学了菲律宾的教会，讲：恁是我的欢喜，恁是我的荣光，着我靠主坚定徛咧，总是刷落来。伊个讲：我苦劝友阿爹，嘛苦劝顺道基，恁伫主的内面着同心。咱看见特别奇怪的所在，就是圣经记载这两位妇人人的名，友阿爹甲顺道基，因拢是伫教会服侍的妇人人，真热心的同工。友阿爹的名，伊的意思有阿芳、阿顺、阿芳的意思。顺道基的名有好朋友，也是咱讲好运的意思。总是安怎阿芳无多甲好朋友来做伙同工咧？明明就是两位非常好的同工，有才情，阁有热情，这真符合咱看见好的同工的特质。总是咱嘛知影，伫服侍过程中，也是咱所讲的，当时服侍有的时阵有一寡困难。保罗无讲真侪原因，是安怎这两位好同工无多同心？这嘛，互咱有真侪想象的空间。总是咱看见伫今仔日，咱咧面对同工怎样同心的过程，咱有一寡方法，譬如讲人格的测验，来帮助咱是啥物款的人，有的人较安静，有的人较爱闹热，有的人做代志爱慢慢来，有一寡人做代志爱较紧，有一个决定。有的人会当甲无共款的人做朋友，有的人却无法度有伊的限制。总是菲律宾教会真正需要这两位好的同工做伙。若无教会可能无完全，
亲像咱今仔日伫咱的总会内面，咱需要无共款族群的同工，咱需要荷兰人，咱嘛需要客人，咱嘛需要原住民。咱看见无共款的族群，有因无共款的特质，这拢是咱的团队上需要的人才。当然，咱有的时阵会因为族群无共款，特质无共款，阁有一寡咱的脾气，看别人无的即个个性，咱阁无法度甲因同工，也是讲咱勉强同工起来，会伫遐斗来斗去，别人看着嘛真艰苦。保罗伫腓立比书的内面，伊无用责备，伊是用苦劝。伊的口气就是我苦劝，你是我忠实的同伴。这是互咱了解，保罗其实是希望同工会当看，这是上帝的工。换做现代咱的处境，有可能这两个富人人是两个族群，有可能这两个富人人是两个家族，有可能这两个富人人是两个团体，也是小组长。会做着领袖，拢是无简单的任务。总是咱看见保罗不止苦劝这两位，嘛希望因伊会当伫主内底同心，伊阁呼吁整个的这个信用团体，爱互这两位富人人，爱帮助因，爱互这两位富人人阁好同心。因为有时两个人若是无同心，边仔的人阁有来有去。这会造成这个团体对立。咱伫同心服侍内面，咱爱考虑别人，徛伫别人的立场，咱爱想到别人伫服侍的顶面的需要，爱考虑别人爱面对的困难。安尼，咱才会当伫这个服侍的过程中行甲较久。当然，咱知影保罗家己嘛面对同款的艰难。伊过去因为实在耶稣的观念无同款，伊是一个迫害耶稣的人，嘛是一个迫害耶稣群体的人。因七目睭看见司提反的顺道，总是咱知影耶稣基督改变伊，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互遮的军队耶稣的使徒接纳，使徒接纳伊，不只接纳伊，阁帮助伊，互伊会当成做一位行过3摆宣告路线的同工。保罗讲同心服侍是必要的，因为因甲哥里面，阁我甲其他的同工，拢捌因为着这个福音。做伙奋斗，保罗佮强调，这福音是非常宝贵的。咱的同工，咱的同心，拢是因为这福音。这本身是因为咱经历过上帝对咱的疼痛，爱因为咱的名爱记录伫这个活命册顶面，上帝活命册顶面来努力，所以同心服侍，佮显出这个必要。咱知，咱有的时阵会想真侪好的策略来去邀请无共款的同工，总是服侍方向，咱应该会当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是对应上帝的国度，会当有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同工，总是咱做伙看见是上帝的工。早期的宣教师。因随梦是外国人，总是因来到台湾，因个开始认同台湾。伫面对台湾的文化，伫面对台湾的语言的时阵，因不只是将家己的文化语言带来伫台湾，因同时间嘛需要家己去学习台湾的语言，来改变台湾。李福牧师伊。去学客语的原因，是因看见台湾当时
有食鸦片的即个困严重，所以感觉讲做一个宣教师，若是会当用在地语言，特别会当甲人去对话，是会当改变人的。所以要互台湾人了解台湾上帝对台湾人身体以及整体疼，搁爱分辨圣经的教义。所以咱看见宣教师互咱做的典范，就是讲，伫当时的服侍的内面，嘛包括咱去学习对方的语言，进入对方的文化。老实讲，早期的台湾对基督教无有非常好的对待。李修牧师一方面学习刻意，希望在地基督徒会当做伙来祈祷、拍拼宣教；另外一方面，咱知伊嘛爱顾虑，若是有在地人接受这基督教，可能会受到伊的亲情、伊的亲族、伊的厝边的攻击，用拍。伫当时，伫屏东内部的道路，伊个亲身面对这两种的选择。总是上帝慢慢改变、带领，看见上帝大能力。现在咱嘛看见伫屏东迄个所在有客家的教会伫遐。保罗认为，咱因为时常甲主结连，咱爱欢喜，甚至用命令的口气，着欢喜。当今服侍的方式，就是咱爱欢喜。常常的欢喜，另外阁互众人看出咱的宽容。欢喜甲宽容是咱伫当工的内面上好的两种的品格。欢喜代表咱有接纳，阁学习去欣赏；宽容，咱虽然对伫当工有的时阵，咱的要求，总是咱嘛爱有一寡宽容的方式。去帮助人会当成长。保罗提醒兄弟姊妹，主要过来啊！亲像咱逐日等待上帝共款，上帝较是咱要等待对象。咱有挂虑，毋过所有的代志，毋是咱家己也是当工拢会当完全处理的。咱伫当工的过程中，有的时阵，咱想要负责任，总是无法度真正拢完整。毋过，咱爱记咧，咱是人，当工嘛是人。有时人真无法度遮尔紧较改变，咱会着急，着急当然是好，毋过对伫人，咱个爱有耐心。保罗伫遮呼吁讲，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影。有人讲，祈祷是上好的秘方，虽然看起来有一点仔消极，可是毋是用咱家己的方法来改变。毋过有一寡代志，真正只有用祈祷，互上帝来做。咱无法度全部的人拢会当改变，有法度改变人，咱感谢主。无法度改变人，咱嘛仰望主。咱所想的是，互这位万权能的上帝通知，互伊帮助咱会当去处理咱的智慧甲咱的能力无法度的所在。不如讲安尼，上帝所赐迄超越一切了解的这个平安，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上帝引带，上帝带领，是即款的方式，是咱伫当工过程中上重要的。有时阵，其实毋是上帝要透过咱改变别人，是上帝要训练咱。因为信靠上帝，了解伊所想事的，超越一切所了解的，就会经历迄种伫上帝内面完全的平安。因为咱的心思意念，拢会伫上帝内面。
最后，上帝保罗的结论是讲，但是会建立好的德行的代志，若是值得称赞的代志，一切真实的、通尊敬的、公正的，一切纯洁的、可爱的、通学乐的，遐个拢着常常放伫咱的心内。这就是当心服侍的毋望，就是咱会记咧，这个好事，咱拢放伫咱的心内。宣教服侍的过程，有的时阵当然有好有歹，总是保罗伫遮讲的，是咱爱纪念这个好事，将这个好事成做咱咧宣教顶面好的军队方式，亲像咱看见客家宣教的发展共款。一开始当然要对一位客人传福音是真困难。总是咱看见上帝透过智慧，透过伊信心的带领，不止一个客人来明白福音，是一家，甚至到建立客家的教会，到建立客家的中会。即马伫总会，咱的客家的宣教，就是咱希望每一个有客人的所在，咱拢会当有好的传福音的所在。今仔日我嘛要邀请双连教会，咱做伙同心来关心客家的宣教。我相信上帝感动咱，互咱听见客家的呼声，看中台湾实在需要这非常有智慧的客家，互咱会当支持伫客家宣教的顶面。伫文化语言的这方面的改变，咱看见伫客家的宣教顶面，咱有要紧的是有客人的所在，咱也有客家的团契、客家的礼拜。咱真感谢双连教会伫客家的礼拜的顶面，一直有真好的客家的团契，嘛伫即个帮助客语。即个翻译圣经的部分，互客家的人会当听见上帝福音。咱嘛看见，咱嘛爱关心伫神学院，并且传教者嘛有客家意识，通为着即个栽培客家的传教者做伙努力。我相信，亲像保罗所讲的，恁对我所合适的，阁是所要接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才会咱继续去实行的时阵，会经历平安的上帝，甲咱三角地带。愿上帝带领咱做伙伫客家的宣教顶面的同心努力，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互阮看见你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疼。嘛，互阮会当参与你伫客家的宣教的内面，阮看见伫阮的厝边、阮的同事、阮的朋友，有真侪客人，因需要上帝你的拯救，求你帮助阮会当明白，做伙同心来服侍，通过你的疼，超越族群、超越语言、超越教会，伫上帝你所赏赐阮的上帝国内面。阮看见你今派李修牧师的模范，阁有遮客家真侪前辈因水的脚业。阮相信你要兴起阮，继续客家的宣教，会当同心参与你拯救客家的计划。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